小明食飯啦！小明聽唔聽到啊？我叫咗你10幾次啦！各位爸爸媽媽，頭先呢句對白，你係咪覺得好熟口面呢？每次叫小朋友去食飯、沖涼嗰陣時，嗌到喉嚨都沙埋，佢哋都可以原封不動。到底小朋友叫極都唔應，係佢哋聽覺有問題啊，定係佢哋真係當你耳邊風，特登挑戰你底線呢？今日我哋一齊嚟拆解呢個叫極都唔聽嘅育兒迷思。好多家長第一時間會好嬲，覺得小朋友係特登唔聽話，唔尊重大人。但係大家冷靜啲先，事實上排除咗真係生理上嘅聽力問題之外，小朋友絕大部分真係唔係特登嘅。你冇聽錯啊，佢哋唔係特登激你噶。其實問題係出喺大腦嘅處理機制。當佢哋大腦處理緊其他任務，或者對聲音嘅處理系統仲未成熟嘅時候，喺佢哋嘅世界入邊，佢哋真係聽唔到你嗌佢噶。點解會咁嘅呢？其實係大腦嘅信息處理棘住咗，通常離唔開3個原因。第一，聽覺過濾能力比較弱。我哋大人好叻喺好嘈嘅環境聽到有人叫自己，但係小朋友未得。喺佢哋耳中，電視聲、冷氣聲同埋你把聲全部都係一樣咁大聲，所以佢抽唔出你把聲出嚟。第二，過度專注。當小朋友完全沉浸喺佢哋中意嘅玩具入邊，大腦會自然咁開啟咗一個結界，自動咁屏蔽咗出邊嘅聲音。第三，處理速度比較慢，佢可能聽到有聲，但係個腦仲需要時間去解碼。咦？邊個講嘢啊？邊個嗌我啊？咦？佢講緊啲咩？想我做咩啊？所以佢個腦仲撈緊嘅時候，其實佢係冇辦法完全咁樣接收你嘅指令。而家我哋明白咗小朋友大腦係點運作，咁我哋作為家長以後可以點做呢？試下以下嘅3招啦。第一招，用視覺同埋觸覺提示，試下行埋喺佢身邊，同佢視線平排，輕輕拍下佢個膊頭，等佢隻眼真係望住你嘅時候，focus 翻喺你度，你先至開始講嘢。第二招，降低環境干預，俾重要指令之前，試下熄咗個電視先，或者暫停播放一啲嘅背景聲音，減少咗背景噪音之後，小朋友嘅大腦會更加容易對焦，聽到你講嘢。第三招，講得簡單，同埋俾時間。我哋俾嘅指令要非常之清晰，例如小明去洗手，講完之後唔好即刻吹，喺自己心入邊數5至10秒，俾足夠嘅時間小朋友個腦去 process 你講嘅嘢。你會發現佢 process 完之後真係會俾到反應你噶。總結一句，小朋友嗌極都唔聽，有時候係因為佢哋個大腦未處理得到，所以佢哋唔係特登想挑戰你。試下轉過其他一個嘅溝通模式，你會發現親子關係可以變得好輕鬆。你屋企嘅小朋友平時做緊啲咩嘅時候會最容易聽唔到你講嘢呢？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啦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影片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同樣嗌到喉嚨痛嘅爸爸媽媽啦，同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